平安。啊，天气真热吼，所以我想咧吼，这个月中间吼，我讲道拢要来讲诗篇。我感觉诗篇安尼敢若较轻松吼。耶稣的譬如有影有真正伤过沉重吼，所以我对即个礼拜去大概要讲几篇诗篇，甲咱迄落。今仔日我要讲的是诗篇46篇，咱来三个祈祷。主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创造这个宇宙，要求你听阮每一个人，这是阮会头壳无法度了解的代志。总是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你有显出你的听。根据你通过，互阮今仔日通过做诗的人所做的诗。搁一摆来想你是甚物款的上帝？你听阮到怎样？祈祷奉耶稣名，阿门。诗篇46篇吼，有人讲吼，这篇诗篇吼是诗篇内底真有信心讲出来、写出来一篇诗篇啦。这篇诗篇内底拢无讲到信心的代志，拢无吼。总是这篇诗篇是做诗的人的信仰告别。哦，这篇诗篇上出名大概就是马丁路德罗德马丁哦，在改教的时候，伊受真大压力，迄个时阵的教会该审判。伊走有开无互掠去烧，旧顶礼拜我讲吼，无互掠去烧。伊吼所受的压力，伊伫遐读这篇诗篇吼，伊写一首诗，迄首诗伫咱的圣经内底324首做上帝是咱安全要塞。迄首诗吼，我本来今仔日是想要讲啦，我惊讲天气遮尔热吼，真歹唱啦，真歹唱，迄调真歹唱，佫悬，所以我想讲。卖啦，咱卖唱一首诗，互恁知影有这首诗就好啦吼。上帝是咱安全了塞，是对这个诗篇来的。上帝，我望咱来三甲看这个诗篇，这个诗篇会当分做3部分。我确定PowerPoint会创一站一站我要讲的吼。咱迄个时阵咧一个来看吼，分做3部分。头一个部分是吼。第1节到第9节，上帝甲咱三甲之地的事实，做诗的人咧讲上帝甲咱三甲之地的事实。对第1节到第9节，第7节到11节吼，相款7节到11节2节相款。迄伫即个诗篇内底出现2摆，迄那亲像咱圣诗的河共款啦。伊讲一段话了，啊再讲迄个嘛是信仰告别。佫讲一段话，佫讲个，迄个是第2部分。我要看的是吼，咱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甚物款的上帝？佫一个上尾咱要参考想是要安怎才会当经验到这个上帝？头一个吼，对第1节到第3节，PowerPoint已经出来吼，咱拄仔读过吼。头一节，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。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，这是迄个做诗的人，伊的信仰告别，信仰告别。伊差不多是这篇诗篇的结论，伊放伫第1节，结论伊放伫第1节，这是伊的出发点。伊相信上帝是避难所，是及时的帮助。搁落去伊讲，环境拢会变啦。地大震动，山到海中，海水野涌哗哗吼，海中地摇蛇，咱毋免惊。真趣味的代志是吼，恁有一个做我做 Peterson 吼，Eugene Peterson 吼，伊有将诗篇吼翻做足简单的英语，足好读的英语，伊吼。第3节即个海水野涌哗哗吼，伊可能毋知影要安怎翻吼，伊从规气我拄仔讲的第7节迄个所在吼，
第70个所在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伫地，雅各的上帝是咱的要塞。伊怎样用迄节，连咱拢毋免惊迄句嘛无？伊怎样用迄节做第3节，表示讲海水安那哗吼，上帝是咱的要塞，咱就毋免惊。所以连伊毋免惊，伊嘛无讲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吼。主要是毋免惊，咱毋免惊。但搁落去吼，第4节到第6节吼，第4节到第6节，伊讲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真侪圣经学者吼，若讲到圣经，旧约圣经若讲到上帝的城，大家头壳就想到耶路撒冷。总是真侪学者无同意讲这是咧讲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边仔拢无河、无水，所以无可能讲耶路撒冷。毋过伊讲是上帝徛起的所在，神徛起的所在，所以大家就想讲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我家己感觉吼，这是咧讲上帝甲咱大的所在，伫咱大的所在甲咱做伙。因为你毋知捌注意到无？伫世界所有的大都市的边仔拢有一条河。我为着即个吼，我去 Google 去看，你等于你去看 Google 吼，你甲拍台湾的河川地图吼，迄出来吼，我看一个台湾岛安尼吼，即边的水拢流对台湾海夹落去，即边的水拢流对太平洋去。逐个城市的边仔拢一条河，你去看。台北有淡水河，什么罗水溪吼、大家溪、大渡溪，拢边仔拢是大都市。有水的所在，咱需要大。上帝必办有水，流对咱所大的所在。我想即个安尼来了解即则圣经，是比干那讲耶路撒冷口，因为耶路撒冷就无水的，我毋知伊是安怎过。所以，因为即个啊，咱 Vancouver 有一条 Fraser River， 即有水的所在有文化。咱读中国古早的历史讲中国文化是对黄河流域开始，对无吼？对黄河嘛是有水的所在，所以吼，咱要了解即则圣经是上帝必办有水的所在，互咱伫遐，毋是干那互咱伫遐大尔，上帝踮伫遐，城袂摇动。上帝甲咱做伙大，甲咱保护咱大的所在。天父光，上帝就帮助伊。我受即则圣经受足久呢。天父光，上帝城袂摇动，什么叫做天父光？我到尾去想着吼，即个人咧讲的是讲哦，伊一定是经过黑暗暝才天父光对。伊讲上帝甲咱做伙大，城袂摇动哦。无论日时啊，无论暗时啊，上帝拢甲咱做伙。伊讲天父光，就是伊拄经过迄个暗的黑暗暝。咱即摆拢有路灯哦，你著爱见古早的人啊，那暗就是暗，根本就一点啊，啥物都看无。因看到天光的时，看到新的光芒。伊讲天，我经过迄个黑暗暝，上帝保守，天父光，我知影上帝往哪会帮助我。第6节，伊讲列邦华华好，列国动摇。这是有信仰的人感觉讲，上帝甲我做伙大，毋过世界乱清清。你嘛有即个感觉敢无？咱大即个世界真乱，毋捌上帝，无要听上帝的话，全世界乱清清。列邦华华好，阮有平安啦，阮受上帝照顾，伫上帝的城，为阮备办的城，为阮备办的水的所在，阮有平安。总是世界问题真济，列邦华华好。伊讲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，是要甲咱讲，你国较乱着，上帝还搁在掌权啦。上帝出声，圣经内底讲上帝出声，头一个是创造天地的时，上帝讲道光就光，上帝的话会创造，啊，上帝若出声，地要消扬，随望列邦华华好。列国安尼弄来弄去，真动摇，世间哪亲像真无平安的款。
总是得掌权的，要果是主上帝，无咱毋免惊。过去第7节我确定啊会讲较济吼，过去第7节我确定会讲较济。第8节吼，伊讲来看上帝的所做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这个是咱台湾话新约的圣经的译法，译了较好了解啦，咱听就知影意思。总是吼伫旧的，也是讲 King James 较旧的圣经，和合本的圣经的内底，反讲来啊，咱来看上帝，互地丰惠到怎样？甲这个翻译拢总无共款。我的希伯来文拢袂记了，所以我去看嘛无路用啊啦。我实在讲，我毋知要安怎解释这是安怎两个翻译的遐无共款。这个翻译真简单的了解，来看上帝所做奇妙事。较旧的翻译讲，来看上帝互地丰惠到安怎？我在想，这个做事的人一定捌经过战争，伊看见战争安怎破坏。咱看到 Ukraine 苏联安尼炸，你看我哩惊人吼。咱看到足同情的，我相信做事的人，伊一定捌看到讲啊，过去伊讲战争的代志嘛，过去伊讲战争的代志。所以，伊伫第8节讲即个地丰惠吼，上帝互地丰惠到哪？实在讲，毋是互上帝丰惠，互地丰惠，是咱家己变甲安尼呢。总是吼，伊讲水网是安尼吼，水网是安尼，上帝要压资金、斩断枪、放火烧战车，以互战争拢煞。全地和平，因为咱看到 Ukraine 的代志，咱看到真艰苦心。咱看到台湾顶礼拜发生的代志，无代无志，都边仔敢若甲咱弄，因为真正是无法度呢，真正是无法度，你一点仔办法嘛无。总是做事的人，伊嘛是看到丰惠的款，总是伊讲咱来看。上帝做，伊有愿望，上帝要煞这个战争，有一日地上会和平，伊放迄个愿望。咱来看第二个所在，我讲好，上帝安尼照顾咱，第1节到第9节。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咱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第7节甲第11节2节拢同款吼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上主吼，我爱甲恁说明一下吼，咱即摆新约的圣经拢用上主吼，上主伫旧的圣经拢叫做耶和华啦，拢叫做耶和华。我做牧师吼，恁若甲我问神学吼，我实在是我那傻无啦。我真正袂了解用上主甲用耶和华是倒也毋对。我咧讲新约的即本圣经的新旧约一本才够吼，我捌查来。迄本的头前因有说明，我有读啦。老实讲，我嘛读无啥有啦。不过我感觉吼，你叫上主叫耶和华。你叫我张信义，叫我牧师，拢同款嘞，敢毋是？我即安尼讲是对这翻译圣经的人真歹势吼。人因一定有神学理由伫啊。毋过我即个人头壳简单，上主甲耶和华，旧的圣经的翻译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翻做万军的耶和华，安尼无共款的伫遮内底。上主。伊讲上主是啥物人？上主是万军的统帅，上主是雅各的上帝。这你看安尼就知。总是吼，伫旧的圣经的翻译是万军的耶和华甲咱三甲之地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其实差无偌济啦，我无要伫遮做这个文章啦。我要紧要讲
什么？咱这两项，一个叫做万军的统帅，万军的耶和华。我会记得我伫国民学校咧读册的时候，迄阵啊有读到世界宗教。我会记得阮的课本内底写讲基督教是信耶和华神，耶和华神是犹太人的战神啊，战神啊。意思你去读旧约有影上帝拢甲以色列人在斗冤家啊，这有影的代志。我迄个时阵读，我无真同意，毋过嘛毋知要安怎甲老师讲，就事实有影，有可能用万军。英语是 The Lord of Hosts，host 会使讲军队是 host， 百姓嘛是 host， 所以 The Lord of Hosts 无一定是万军的耶和华啦，万民的耶和华啦，万民的统帅，咱会当安尼解说。所以即句的圣经你若翻做万军的时候，就是敢若要小台啊。其实 Lord of Hosts 是万民的意思啦，所以伫遮万军的统帅，万民的统帅，什么意思？这咧讲上帝啦，这咧讲上帝。你看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咱拢捌去看到咱水的空景，咱看上帝的创造，咱真正是拢足感动的我1980年我住伫3月尾的时，Oregon遐有一个 Mount St. Helens 火山爆炸，恁会记得无？迄火山的迄个火吹到阮3月尾啦，你知？有一早起我起来，我规只车拢砍土粉地呢，迄就是遐飞过来，真正是足惊人的。你想着上帝自然这么大的力量，我会记我。过去的代志若较趣味的，我拢还阁会记。我会记得我迄阵有咧订迄个《Time Magazine》时代杂志，时代杂志有一期迄个爆发了在讨论火山的代志，对地质学讨论火山的代志。伊内底写讲Mount St. Helens伫遮火山的中间还阁是足少年的火山。伊讲这是一个 baby， 迄个日阵还阁无 internet 所以2礼拜后，因拢会订迄个读者读者的回应看一下。有一个读者写讲恁讲 Mount St. Helens 是 baby伊讲 I guess the baby burped。伊讲你囡仔饲的，你拢后壁甲扫扫啊，学一个安尼安尼才袂吐嘛迄个人讲你讲。Mount St. Helens 是敢若 baby 尔，安尼即个要伊甲学一声，咱就饱甲醉啊咧。上帝贵咱，因为你毋知有注意着，即礼拜即2礼拜，我看足侪 YouTube， 甲读足侪文章，关于迄个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， 去年的12月25圣诞节因拍一粒迄个。翕相机去太空机翕相，7月12，今年的7月有送一寡相转来，我摕2张互咱看，我摕2张互你看这是一个天文学我毋捌我照我所读的，我讲互恁听这个名叫做SMACS， 我毋知是啥物意思，有一个号码。0723，我毋知影这是啥。伊讲这是迄个 telescope 翕的是一群的迄个银河啦或者这个名是一群的银河啦离咱足远的，偌远你敢知？伊讲46亿光年才会到。迄光年是跟一年走的路，一年或者讲一个光年，伊讲到爱4.6 billion， 毋是 million， 而是 billion。我看到这个时
到底宇宙是偌大啦？宇宙是偌大？搁一张吼，搁一张，叫做 Carina Nebula 是星云啦，星云。这吼讲离咱吼7600光年啦，7600。这拢离咱足远的吼，我用离咱较近的啦。咱来讲太阳，太阳咱大家拢知影嘛吼。太阳离咱吼9130万英里是 miles 吼，1英里是1.6公里。你若化做公里的时候，是14750万公里。太阳离咱，你出去晒到的日头哦，你晒到迄个日头哦，这个光对太阳发出来是8分20秒以前就对遐出来啊，叫做光分。我拄仔讲光年嘛，伊光走8分钟，搁20秒才会到咱遮。所以你出去较点晒到日头，迄个日头是8分20秒前对遐发出来。这咱无法度想象。啊，搁一个吼，我读着一篇文章吼，上界趣味。伊讲吼，你若赛车对地球赛到太阳爱赛偌久？你知偌久哦？伊讲哦，互你一点钟赛100迈啊，100迈是160公里哦，迄警察族你可以找的吼，100迈啊，24点一直走，拢无停哦，爱走106年才到位。你想这个宇宙偌尔大？这我拢去Google看，你唔免想讲我真有学问，无啦，我无读这物件，是最近我真趣味去看，真正是足我这个还有一个吼，有一个基督徒的天文学家，伊写一篇文章，伊写讲吼，伊真感觉真遗憾的代志就是吼，这个 scope 吼。无法度通翕讲因咧震动的是袂当录影啦。不过伊讲录影吼，遐尼远吼，咱看迄个准有在走，你嘛看袂出来，迄真有影。所以伊讲袂当看到迄录影啦，这是唯一有遗憾。总是伊讲，伊做一个基督徒，伊讲所有的非基督徒的写的文章嘛是安尼讲。咱的宇宙还搁咧 expand， 还搁咧大，要大到倒位咱唔知。啊，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写讲，上帝还搁咧做工，上帝无咧休困，这是咱的上帝。当咱咧讲万军的耶和华上主，咱的上帝是这款的上帝。搁一个伊的表现。雅各的上帝，旧约圣经若讲到上帝，拢讲阿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咱读圣经拢安尼读嘛吼，是安怎伫遮敢若讲雅各的上帝？我嘛想足久的，我去看注解，真济讲甲我愈读人愈会，互我读到我第一感觉，我会当接受的，就是吼，你知影雅各这个人吼。伊在世的时候骗因老爸，甲因老爸骗，互因老爸祝福。伊骗伊的阿兄，伊吼，伊去做因，为着因阿兄要甲抬伊走，伊去做因阿舅的奴隶时嘛是母甲灰杂杂。雅各是一个弯弯翘翘的人。这个圣经学者写讲哦。雅各的上帝，你就爱读讲，连雅各上帝都要做伊的上帝，安尼，咱大家就较稳啦。连雅各这个弯弯翘翘的雅各吼，上帝都会欢喜做伊的上帝，咱大概较有资格通做伊的囝儿啊。连雅各伊就好啊。这我想起咱今仔日所读上帝的听。约翰甲咱讲，上帝找伊的独生子来世间，为着咱伊听。这款的上帝，创造这个宇宙的上帝，关心我，
关心你，你敢无感觉足奇怪？你敢无感觉足奇怪？雅各的上帝，伊毋若关心咱的啦，伊无得要紧咱的过去，伊疼咱，伊找伊的道士教互咱。因为咱今仔日要修圣餐吼，不得得安尼想。耶稣伫甲学生修圣餐的时候，伊应该甲伊学生讲安怎呢？这是我的身躯，互恁拍破的。耶稣会使安尼讲的，敢袂使？拢嘛是为着恁，无我才对一定受罪，对吧？伊会使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互恁拍破的，拢是恁的毋对，我才就爱安尼。无呢，伊无安尼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恁拍破的，欢喜甘愿做，为着恁做。上帝会听，敢是？那上落尾，咱要安怎经验这个上帝？这个上帝这么伟大，这个上帝听，咱要安怎？要安怎才会当经验着这个上帝？伫第10节，就拢静静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受尊崇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这句话是上帝通过做事的人讲的话，毋是做事的人讲的话。这是上帝讲的话。头前拄啊第9节在讲战争的代志，列邦哗哗吼，世界真乱。上帝讲，恁拢着静静，就知影我是上帝。中文的现代中文的翻译吼，翻讲停止战争，承认我是上帝，停止战争，拢着静静。你敢会想讲啊？我有法度做啦，拢着静静，这会使啦。我着较莫搞话就好啊嘛，拢着静静。啊，停止战争，我要哪停止战争？你中国要安尼拍，咱也无依法啦。苏联要安尼拍，咱也无依法。要安怎停止战争？我想拢静静吼。我要讲的是，无像咱所想的遐尼简单啦。你要拢静静吼，无简单呢。真济操烦，敢毋是个人啦，咱个人啦。啊，战争咧，战争无一定干那国甲国的战争咧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你逐日咱拢捌经验过啊。你教会内底嘛有问题啊，嘛是战争啊，敢袂？上帝讲：你要经验我，要体验我，你要静落来，你要静落来。有一个翻译是讲哦 ，Let go and know that I am God。放屁啦，放手啦，你莫安尼规日头壳拢在想这离苦苦的代志。Let go。我捌看到一个 bumper sticker 吼，足好的 bumper sticker。Let go， 点一点 ，Let God。Let go， 点一點 ，Let God， 一個感嘆號，講放手啦，放互上帝啦。你注意，這是聖經甲咱講的呢。要結束以前，我要用2個問題，唔是要問你，唔免甲我應啦。我敢若講，恁今仔日的講道，恁這2個問題，轉去恁去想看覓，你有這個經驗。頭一個我要講哦。你偌久毋捌靜靜點點伫上帝的面前，也是你去到上帝的面前，一大堆攏在 complain， 叫上帝你著甲我做這，你著甲我做這，你著甲我做這。你伫上帝面前，偌久你毋捌伫上帝面前，我 let go 上帝 ，let you do it。搁一个问题，我要问你哦，伫你过去的日子，你捌经验着迄个 let go、let God 以后的平安，你捌拄着？你捌经验迄个平安？
let go， let go， 放手，互上帝。迄个了吼，你会平安啦。你捌经验到迄个平安无？这是你甲我，咱拢爱想的问题。你毋免对啥人讲，连恁太太你嘛免讲，你先生你嘛免讲。let go，let go。有一个年老的牧师，特别退休的时，特别过身的时，有人甲伊问讲：假使你若过一摆，会当搁对少年一摆误会，你上想要做的是啥？迄个牧师拢免想，讲我要讲较济安慰人的信息，我要讲搁较济安慰人的信息。诗篇46篇安慰咱，上帝是咱及时的帮衬，咱患难中的嘛，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通过这个诗篇，阮毋知影作者是啥物人，总是伊的信仰，伊所讲的，互阮搁一摆回想，你是伟大的上帝。你创造这个宇宙，你对无创造有，对无特殊创造特殊，互阮住伫这个地球，会当享受你的创造。阮感谢你，阮更加感谢你，你伫主耶稣基督，找你的独生子来世间为着阮死。天父上帝，阮受恩的囝儿伫你的面前。要搁一摆，甲伊相甲坐倒，伫遮要收这个圣餐。阮要纪念你伫伊的中间，伫伊的心中为着阮所做的代志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会静静思考，真正体验伫你的内面的平安。祈祷奉耶稣的名。阿免。